其實我依家咧就準備去深圳睇牙噶，因為除咗身體健康之外咧，其實牙齒嘅健康我都好重視噶。到啦，我哋嚟到麥牙牙科啦。咁我哋呢邊填下資料好嘛？哇，估唔到啦，麥牙牙科嘅裝修得咁靚噶，睇落咧好似間酒店咁樣，好高級，喺度等整牙都幾舒服。呢邊啊，牙齿上面有些黄黄的东西，能看到吗？这些黄黄的东西就是细菌的堆积，细菌堆积会形成牙结石，牙结石会让我们牙龈出血，所以我们定期的清洁、定期的维护是很关键的。定期是大概多久？半年到1年洗一次牙齿啊，或者说是比如说我感觉我自己不舒服了，那我要过来检查，防患大于治疗。其他的我覺得都 OK， 牙齒也很整齊，牙齒很白，清潔再加強一下。啱啱醫生咧係用個內窺鏡啦嚟同我檢查我嘅牙齒啦，跟住直接咧就可以喺個 screen 度睇到我牙齒嘅狀況。聽講咧麥牙牙科洗牙嘅時候啦，都係會用呢一個內窺鏡啦嚟影個前後對比㗎。哇！我喺香港未見過，真係好犀利啊！今次嚟到深圳體驗完睇牙之後啦，終於明白點解北上睇牙咁受歡迎啊！呢度啦價錢啦真係比起香港平好多啦，而且我今次喺麥牙牙科嗰度 check 牙啦，仲要係完全唔收檢查費，洗牙幾十蚊就可以啦。所以大家如果嚟喺深圳玩嘅話，可以不妨洗個牙 check 個牙。